這又違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如來張開嘴，讓我知道我是誰，讓我從我的親身經驗照見因與果。如來睜開眼，讓我看見我是誰，讓我從我的親身經驗照見因與果。如來打開眼，讓我看見我是誰，讓我從我的親身經驗照見